台湾加入 WTO 過後，自由貿易為主嘅國家政策，使至到農村引來一模發展嘅力頭。民農東嘅當中，為2000人公頃嘅鹽田，及無愛樹鹽嘅嘢，都空出的一大塊。一路以來，意思國家政策叫鹽嘅民農，無係公賣區樹嘅會保護嘅，按用嚟行下一步呢？我哋來對中亞嘅鹽田順後，也個偏北角嘅嘢，寫落拍的看意思。哇！它的屁股有扭扭。对啊，你看扭扭扭。搶出一隻樹嘅田橋都嘅細路拍就做得強強鬆鬆綁起來。睇民農朋友路拍股東會嘅發通，從各地來嘅家庭，能頓鬆鬆嘅沙泥，享受態度是難得一位田園時光。細細路拍田綁出的一串串嘅歡樂聲，讓出的一代又一代嘅童年記憶。拔蘿蔔的時候有點重重的，然後拔起來以後就很好玩，一直要把它放着，然後放完全部弄完以後，就要把它轉，把它帶回家。美濃這邊有一個這樣的文化，還有它的白玉蘿蔔也非常的非常的有名，所以也透過這個活動來做這樣的參與，讓孩子能夠有這樣子親身農家的體驗。對啊，碰碰泥巴啊，這樣子。細路拍本地係一般人家為種到鹽田邊成嘅菜。2006年，苗農會嘅黑白菜地嘅沙灘，第一擺期盼綁路拍嘅發通，大量消費者行入山地，認識到苗農人從細看到大嘅農作物。2011年，農會調整策略，期盼朋友路拍股東會，透過股東會同時減強農村千萬人來填樹嘅壓力。也給發通馬幫人同土地嘅關係緊接起來。消費者可以來到民農，然後親自帶到也生意呢，甚至也按到人來嘛，也爸爸媽媽那個3代同堂都帶來哈，然後來到民農一塊土地，然後幫農配呢。我覺得其實某些程度上，它拉近了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的距離。那本歸多人透過蘿蔔認識美農。好多方樣嘅股東會大部分他家人上陣來買。喺秋冬旱天嘅季節，農民會同路拍地最多農會提供嘅細路拍機做 SPA。太乾嘅水見重見細，官員都行嘅草位嘛見草。本地澳洲做嘅細路拍變下像樣樣嘅按下拍，按呢一邊而同一般看到嘅路拍地就冇樣樣嘅。後來他家又開始問，按樣嘅來中間條馬機，天南南位邊對方。後擺吼，因為一路拍咧咯，種嘅田呢吼無長角嘅好嘅，吼，所以講啊，伊種嘅數量無會多，吼，家家變曬就客家本來是，吼，一幾年咯，因為咯講啊，透過我哋路拍嘅股東會，吼，一個行銷模式，吼，吼，打上嚟講啊，民農嘅路拍嘅名聲，吼，從以前咧，我哋喺台北市場，吼，從11公斤20萬元多1公斤，最高價俾到70萬元，哦，一個中間咯，因為經過我哋咧，吼。前4個分級跟包裝，吼，變成了精緻農業，吼，那有按好嘅價值。新鮮的蘿蔔的農業產值，吼，其實冇幾多啦。你兩幫人家算起來啊，吼，差唔多都5-6千萬左右。啊，唔過呢，其實我哋還有幾多用加工哦，用嚟加工，像做蘿蔔角，也係尤其按到人嚟做幾多肉蘿蔔，這些醃製起來的，就是加工品哈，其實它的產值是非常高的哈，青菜酸了都會低下1安尼。黃新華，來點熱情的尖叫聲！獲得我們的冠軍，已經連續得獎3年嘍，品質非常的穩定哈。照顧番茄。2004年，細同埋導引進嘅民農，一種食起來有甜有溜溜嘅酸甘嘅米絲。仍然創造嘅6億元以上嘅產出，200公頃嘅種植面積，親家就立上嘅鹽田唔地嘅種麥嘅味價。同埋到種嘅面積擴大嘅，消費者使用安全，冇去停嘅數，為咗鼓勵農業提升品質，從2013年開始，苗農會舉辦嘅細同埋稻比賽，
也從每年都有希望，每年農牧把握嘅年度態勢，每年超過30位選手報名參加。我們要感謝老天爺啦，因為今年氣候颱風過後，氣候非常好，而且它的結果量不多啦，所以說它的糖度都比較高。因為呢比賽有透過3個階段，體力和田徑的審查，希望我田徑嘛管理比好，包括我哋公司合嚟做觀光果園，嚟做準備。田野部分就跟農藥殘留嘅一個檢驗，好希望我透過個檢驗，讓我哋注重個토마토嘅一個安全性。個第3個階段咱嚟講針對口感甲邊外觀嚟做一個比賽，好希望我透過3階段嘅一個比賽讓我哋種토마토農民朋友可以更加提升一個品質。喺中人面積縮減嘅條件。農民有話無法度講出來，明日實在唔得，路線百度上嘅潛度喺中麥嘅個好。總共一記就係無想嘅離開盧卡，想去同盧卡人睇自家土地，安然吃菜供一地。在摸索中尋找出來的出路啦，也不是說一下子就發現說什麼東西是可以讓我們有所發展啦。各位主要也都有你種都唔會差。各位農民嘛，勵志導向啦，反正你看到你種得幾好，各位加上有產業本意咁樣唔會差，所以農民嘛見到都見到啊。52歲黃先發，盧卡有中國人呢，對民農人無人的好種嘅無格殺而甘肅相當深。西托馬多就將田工業輸幫民農人的福氣，幫上嘅前海半農村帶來希望。個以토마토嚟算，토마토以唔到嚟平均嘛，都以4000斤嚟算，各位個均價是都70萬元咩？4028，個大概有28萬，扣除成本可能還有10萬元上下的利潤啦。可能見下一個來年啦，一個講減的啦，以頭跟你來改機啦。一般下單呢就一定要下牙，聯絡電話、地址。面對全球化衝擊，農村搶花唔到亞美，送自家肢體到外藏土生活，慢慢都一定有日做得歸到盧卡。36歲莊志芬同青島嘅後生人共用，大學畢業以後自家留下睇都市這條路。10年前遇到幫家庭嘅生活過正常，一同家講好向下歸到農村生活。因為種西托馬多產業興起來，村外種嘅後生肢體想要歸到家鄉，馬上安尼都會得發展嘅機會。特別是上班。上班別人講拖回家嚟講，我們用上班，有時候上班是感覺責任制誒，有時候上，有時候下班呢，某天生意有個什麼誒，上班呢某天生意又唔見相，佢有相對來有一個問題，個你看咯，從那個來咧，阿爸沒有咯，以後沒想到歸來，想冇乾脆就歸來咩？民農有多嘅機會啦，如講村民有名家也歸來都比歸來種安尼都開始都比啲發揮都慢慢嚟咩，都見種可以種有18有安尼，有18有樣式樣嘅啦，都比繼續比嚟種西托馬多嘅家私好，無行傳統市場出貨路線。透過直接基本人客嘅方式，同消費者建立長久信任嘅關係。見啦大部分人都會有一個通訊軟體就賴嘛，一般大概人都會有嘛。有變成人哋客戶啦，係講買廠商買以後，都一個聯絡嘅一個方式啦。佢慢慢就講就打的，有時候天發講，有天發錢，佢那種就免費咩，唔是錢咩。睇後生人也推，同性軟體嘛變做莊志芬同30班人互相交換意見的平台。有人有來香港，譬如講人哋記載幾遍啦，人哋幫我記載幾遍，基本客戶有發生過乜問題，
啊，伊就抛出来，抛俺哋一家族群吼，按俺哋去讨论商讨，好，讲马眼造成的，好来就宅急便也挤压的问题啊，运输过程，好，所以也讲了没比迄啦吼。咱接下來同馬道去先禱告，想去在拿到人客嘅天單，睇仲上以前行去再檢查一擺。睇政府嘅和談，有人先告，有人仲上，三推同堂分工合作，同最新鮮嘅同馬道寄出去。也做些喜歡拍鐵後衛，人們幫太人腳到堂下看電視嘅些人呢，還係做到和談，向下掉鬧熱。出貨前嘅工裝一定到，但總共還係做得分分地做，也係裝飾粉都開熱從風景，地不要用錢都買唔到嘅福氣。有後生條間年都個好命個豐盛安尼，那是個家庭哦安尼啊，俺冇出去做啊，都摕到卡都做農嘅咩。咁有都有個好啊嘛嘅，都咩到啊？鼓勵下擺開到自家筍咧就，哦要土嘅筍咧，鼓勵唔知嘛嘅田園鼓勵嚟都係啊。阿公鼓勵喲，安尼好心情較幾好。像一般農村人無法像老人家，也變個後生人也鼓勵得，好土地都係比做創新農業嘅嘗試。各位鼓勵做阿爸阿媽做鼓勵多，各位廿四年帶鼓勵做阿爸阿媽嘛有筍咧好土。好，外加按年化做出一個最少都講，一個農村地位，一個家庭有三胎強下hết吼，外加係咧對農村嚟講係咧一個好嘅一種家庭成分。部長企作嘅刺繡，一下4萬多人田面積，殺唔到地打破人類嘅工作限制，獨有嘅機會，打開嘅後生人歸家鄉嘅大門。苗農農村田野學會觀察，睇苗農有超過250個家庭。500個人投入同埋到事業嘅生產，像莊子份安尼10萬大表嘅歸鄉後生嘅，唔但倡議第二，對規個苗農來講，後人業時代改變嘅平庸上嘅農村體驗、工作習慣，同樣推人體耕田上嘅接觸。因為過去一個東西係你滿天嘅產業，滿天嘛特別如果買啊，又係你報數嘅產業嘅，所以聽一聽我哋後生而歸嚟，其實係你冇時嘅空間嘅啊。所以大家現在冇種嘅翻，大家好處講，也過去企業一個產業結構都打破嘅，打破咗後生人鼓勵翻，那有可能睇下再重新開始，好都常常都接不開田地哈，都有開始而做新嘅農業嘅創新，那有可能性啊。苗農業呢種唔得嘅，可是留下按多位嘅農地嘅面積，個苗農嘅農業開始嚟轉型，包括安尼咧種植木瓜、檸檬，啊，就長期滾延性嘅一個果樹作物，包含個安尼冬季嘅離作嘅作物，番薯蘿蔔、鳳頭嘅、토마토個包含安尼咧插秧作物，和大瓜、西瓜、長頭嘅、短頭嘅、辣椒嘅、吊菜嘅，啊，到一個農產品吼，就順呢個啊個園農嘅一個轉型，和慢慢地應運而生。西頭皮嘅成功推廣，為後人業時代嘅無落作為指標上，西頭馬道嘅經濟效益，分享嘅苗農人都在土地行嘅強烈意願。又by看過去第二地人田建設，喺經過一行人嘅堅持革命以後，轉化做花色豐富嘅苗農平洋。苗農會指出，全苗農36個省首辦，有27個係喺台灣加入 WTO 以後能成立，一條從公賣制度解放出來嘅路，一年年不足嘅人田留下來遺跡。安尼苗農嘅一個農業嘅產值啦，吼，本身一年差不多20億左右。可是隨鹽嘅種植時期嘅離作嚟講，吼，安尼目前睇嚟講嘅，經過一個農業嘅一個轉型嘅時間，搶離作作物嘅部分就有10億以上。好過啊個還冇包括按其他所帶動嘅一個觀光嘅一個加成。唔管老人家也好，後生也好，種乜嘅東西都好，每一塊土地都有人家。我哋會發現，當你的農業收入其實穩定，而且還不錯哈，甚至比你提落去上班還夠好嘅時間，你會發現其實整個農地的交易其實悄悄的哈有緩和，幾乎貴勝於高業。就是漂嘅港嘅嘢貴多，可是你講買田其實貴少。你講無田不成虎咩？嚇，講唔有田啊嚇，唔到杯，安尼差唔多都是歸來嘛，還有塊田啊，有塊田嚟時節都唔拿拜
金砖啊，哈，其实农业还是几好发展的地方啦。像可唔是讲要散亡，哈，农业完全啊，哈，可是个散亡啦。也唔係講啊，哈，有哈巴政府嘛，幫助啊，冇幾睇啊。農業就會置業，田種就會起拍，種地秋田嘛係種地一類開發大致嘅機會。某種人嘅民農平用，是一條準水卜卜滾流下去。喺做農嘅人，無論睇時代用嚟變，還係同競爭下去，了解自家土地好，海豚產順。